可能是个性吧。不过那个时候好像做演员有点做厌了。那个时候，就像我有个朋友讲说我不太恭敬，我好像是真的那个时候是确实不太恭敬。但看一把三枣的时候，我说如果以后的演出环境都是那种环境的话，我说死在舞台我都愿意。我那时候1个月，我妈妈给我生活费是120块钱，我就拿了30块钱出来。我买的票，这陈慧琳把帘子一打开，何应从里面一出来，哎呀，我当时就有点傻了。这就是我心目当中的女神。我这个人属于那种什么人说的不多，但是可能就是别人说做白日梦做挺多的。为的娘，陪下两嫂早睡睡，这倒是天里来把我。大家好，欢迎收看《名家名传任你点》节目。今天呢，我们非常高兴的请到了一位特殊的来宾，就是著名的副派花旦何英哦。首先呢，跟我们电视机前朋友打声招呼好吗？因为好像好久没有见到你哈。来，大家好，我是何英。简明扼要啊，我是欢迎何英啊。那么坐在何英边上的这位朋友呢，大家应该说是非常的熟悉，在我们的这个乐迷界呢，也是一个响当当的人物，就是我们的韦祥东，来打声招呼。大家好。韦祥东这个依然是那么的帅啊，依然是那么的潇洒，依然是那么的气度不凡哦。最近韦祥东在干嘛呢？我还想等你再多夸我几句。只有这点色了，其他才都没了。最近在忙工作，去年11月底吧离开上海，告别上海电视台，然后现在在央11频道，我在做《过把瘾》这个栏目的主持人。是也是一个跟我是同行，对不对？对。那么我们私底下也是很好的朋友哈。哎，那为什么要叫他们坐在一起呢？主要呢是还有一个目的，就是韦祥东心目当中的偶像择偶的标准就是何英了，对不对？那么什么时候喜欢何英？哎呀，那就这个话这得慢慢说，很长了。我第一次知道何英这个名字就是1984年，那时候拍了有个非常红火的一个越剧电影叫做《舞女拜寿》，而且播出的印象我特别深，它是1984年的春节，是85年的春节，85年的春节播的。然后我第一次是在剧场里面看，哎，我就觉得当时我特别喜欢这演杨凡春的这个女孩子，一双很明亮的眼睛，而且她唱腔特别好听，哟，清澈如，因为那时候我也很小，我也不懂事，我就觉得她很好看，她唱腔很好听。然后后来我大概没多久吧，之后1年多，《舞女拜寿》的磁带出来了，我马上买了盘磁带。那时候你们小百花挺红的，电视上经常会介绍。然后我就知道有何英，然后就把那个开始比较留神注意何英的这个作品。而且那个《舞女拜寿》那段戏吧，我觉得那部电影我已经看了无数遍了。你看几遍了？《舞女拜寿》这个电影可以，如果我看完整的电影，应该是以10遍来记的。但是何英的那几段唱，那你应该以1000遍来记。太崇拜我们的何英了，是不是压力很大？坐在这里，就是他已经习惯了，我已经习惯了。好，那么现在首先给你个机会来点一段何英的名段。但是我最喜欢的何英的《舞女拜寿》里面那2段唱，一个是花树同源不同根，还有一个与官人专程拜寿心已成，这2段唱真的是听了上千遍都不止了。哎，那么在这里呢，我们就要来播放这个《舞女拜寿》了。同时呢，在这里告诉大家呢，今天啊，所有的何英的段子都是韦祥东亲力亲为挑选的哦。好，我们去欣赏一下。拜寿，一扫空手，在我气痛的夫人，弟弟母亲啊，一官人专程拜寿心已成，空手还来言我夜间赠与盘针，为的娘手下两嫂早睡睡，这倒是千里来把我毛送，离跑心中。
少年可行其人，好一个你，三不翻盘关不走，一路安慰我关山，只要看到心一到，定能被父母原谅了三分。他是同源报人，我与那姐妹平地一模生。想当年，三夫穿早灭送黑，举妇女多亏说我杨继山，弟弟随我命令女，马子难忘月归来百岁不孝敬，娘亲见了眼开映，儿媳妇是关我知道你现在到美国了，在美国是吧？那么这次回来是有什么事儿吗？哦，他这次是那个几个那个地方戏曲的那个南方篇，正好在那个武汉比赛，所以呢，他们希望我回来，就这样就回来了。何英是这样，何英每到镜头前，她会很羞涩、很紧张。女神呢？女神嘛，当然是不能多说话。所以有的时候呢，我跟何英在身边的时候，经常会充当她的经纪人的角色。是这样的，在04年的年底，就是赵志刚排演了一部大戏，叫做《赵氏孤儿》，越剧《赵氏孤儿》，它有个很大的突破，而且当时这个戏里面有几大亮点。第一是男女合演的一个可以说是一个新的一个里程碑式的一个作品。再有一个，他请回了何英，因为当时我那时候在上海，我做了一个周末聊天室，我采访赵志刚说，就是我们把当年的越剧仙子何英请回来，何英在里面演的庄姬公主，这是当时这部戏宣传上的一大亮点。然后05年这个戏就是在国家话剧院副院长著名导演王小英的指导之下，这个戏是2005年的5月份正式在上海首演。那么今年年底参加这个评奖，然后呢就把何英再从美国再请回来，然后再把王导从北京请过来，整个这戏重新调整复排，然后在武汉演出。我说的还算对。哎呦，我觉得啊，就以后我们的何英做节目就带着韦翔的这张嘴就可以了，对完全是京剧人了。但是呢，我和他是很好的朋友，私底下他曾跟我这样说过，他说何英有的时候好像对我们的乐迷也不是很好。因为一走就走了好多年，那么对于像韦翔都这样非常你喜欢你的戏迷来说是非常的难过的。但是到后来你伤心欲绝，到后来你出了这张专辑，他真的是非常的喜爱。当时的心态是怎么想的？也没有，我不是说好像是离开越剧，我觉得那个时候就觉得没有一种创作上的一种激情了。所以我当时觉得也不晓得应该挑选什么样的戏我能够来演，而且我当时在舞台已经好像
太演出的那个时候，所以那个时候我就选择离开了。那么等到应该是傅老师的那个70周年嘛，对，就回来了。那个时候，因为我觉得我老师开口70周年的艺术生涯，我觉得非常不容易，所以我觉得那个时候我也知道我自己不可能再回避。那个时候我才开始重新听我自己的东西，那听的也不是很多。那我就参加完了以后，正好碰到赵志刚，他就说希望我来帮他这个忙。那个时候祥东就给我准备了，因为我什么也没带回来，他就跟我讲，他说我说他问我怎么样感觉，我说我什么感觉都找不到。那他说那我给你准备了很多你以前好的段子，你就把我说我那都是不同时期的，你找回哪一个时期你的唱腔的演唱感觉。你看，他迫不及待已经拿出了袋子。对，来，请伟祥东把你准备的袋子全部拿出来，给我们展示一下。这就是我们标准的这个超级粉丝所制作的合音的专辑啊。其实是这个在合音回来之前做的是吧？对，因为是这样的，当时呢，我给傅全相老师说他要搞专场呢，合音会回来，我当时就觉得，哎呀，女神下凡了。不是，这就开始有点不太相信耳朵。他说合音会回来吗？他真的会回来。然后我觉得合音来了，我说我一定要送给他一份礼物。送什么礼物？我想我就把我自己，就从宁夏到北京到上海，就从我开始听合音的，从86年开始买他的第一盘带子，一直到2004年，我这10几年间的东西，我说我把我觉得认为好听的段子，我基本上就自己找朋友把它刻成碟，刻成 CD， 刻成这2张 CD。这是2张 CD， 然后我就送给他了一份。那我相信何英接到这伟祥东的礼物，心情是怎么样的？我应该是非常高兴的，因为我这人就像你讲的，我跟观众一直是有一种不是特别的近，对，有点距离。对，因为我也因为见到人不太知道该怎么跟人家交流，所以我尽量一般是避免跟人交流的。但是像这样热情一团火扑过来，是不是招架不住？没有。其实怎么说呢？因为我对何英第一次见到活人，是1992年的10月4号。为什么我印象非常深呢？1992年我考上大学了以后呢，开始那时候我浙江小百花豫剧团在北京首都剧场演《西厢记》，然后我当时一听是何英来的，马上过去，然后看是何英和毛维涛，因为这2个演员粤剧演员是我最喜欢的，何英和毛维涛的《西厢记》。然后我那时候1个月，我妈妈给我生活费是120块钱，我就拿了30块钱出来，我买的票看的何英这个戏，然后当时我印象特别清楚，这是玉容深锁绣为中，然后从里面这一个帘子慢慢的出来，然后上面等于说华盖遮顶一样，这陈慧玲把帘子一打开，何英从里面一出来，我当时就有点傻了。这就是我心目当中的女神。那个帘子一打开的时候，她就是崔莺了。这就是我心目中的崔莺，完全就是这样，她就应该是这样。哇，我们的伟祥东说到何英就是滔滔不绝，而且呢是越说越兴奋的。在这里给你个机会来点一段何英的名段吧。那我自然是要点《西厢记》了，因为当时我第一次见了生活中的舞台面对面近距离的看见何英，所以印象太深了，《西厢记》。好，我们一起去看一下。
04年回来，那如果说没有举办这个越剧的这个大型的活动，你就离开越剧了吗？这个10年之后？我想应该是吧。当时如果没有傅老师的70多年，应该我不会再介入越剧。我想我不会。真的，有的时候很多演员说，喜欢越剧，然后呢会爱上越剧。那你为什么会有这种想法呢？来，韦翔东代言人说，我一直这一直是我的一个谜。说心里话，其实我知道你既然做越剧这一行，你肯定会喜欢越剧。我好像是应该是。其实这样吧，我觉得这何英呢，何英有这么一句话评价自己，因为他说他这辈子啊有一个角色没演过，他感到非常遗憾，就是林黛玉。因为什么呢？我一直觉得你也适合演林黛玉吗？他说我真的很适合。后来我最近在一直研读《红楼梦》这个著作，我才发现真的何英很像林黛玉。林黛玉的内心是一个竹子，对，她是一个外表很柔弱的人，但她内心非常刚强。何英就这样。何英曾经跟我开个玩笑，他说上天给了我一个非常女人的外表，非常女人的声音，但我的内心是个男人。他是这样的，他是这么一个人，外柔内刚。对，他是一个外柔内刚。当时他觉得就是说，当我愿意做这件事情的时候，我一定会认真做。当时我如果不愿意做这件事情的时候，我一定不会，我一定会把它放弃得干干净净的。他当时呢，浙江小百花豫剧团的成立呢是在82年的时候吧，好像是全省的小百花文艺汇演选的，考试考出来了这么一批演员。但何英是唯一一个没有经过考试的。他当时在一出戏里面叫《四姑娘》，他在里面担任幕后伴唱。就是因为幕后伴唱那几句唱，被傅全香老师看中，自己上门找他，要他当自己的学生。然后就因为这几句伴唱，把他直接调到了浙江小百花豫剧团。之前吧，就说他进入越剧这行一直比较顺，但是我们知道，在任何一家文艺院团，因为只要角儿少了好吧，只要角儿一多的话，就难办了，就肯定会难，因为舞台就这么大。对啊，我们不能说诋毁任何一个人，说你不对，但是舞台这么大，你上去了我就上不去。何英这样属于这么一个人，我从来不去争什么的，你让我上我就上，那你不让我上我就不上。但是他当时属于那种脾气很倔的人，如果这东西不符合我，他会一句话就给你顶回去。我不知道我这样解释是对不对，何英姐？也可以说对，也可以说，因为我没想那么多。其实这是我后来分析的。对，解读我还以为是你告诉他了，说了半天他是自我分析的。没有，有些事情是他告诉我的。对，也可能是个性所然吧。可能是个性吧，不过那个时候好像做演员有点做厌了，那个时候就老觉得就那么几个戏演了那么多年，也没有什么新的东西，就特别的厌倦。那时候对自己一种厌倦，而且对这个艺术吧，越剧这个东西，我以前真的是，就像我有个朋友讲说我不太恭敬，我好像是真的那个时候是确实不太恭敬，确实不太恭敬。可能之前的艺术道路太顺了，进小百花之前太顺了。我其实他们都觉得我很顺啊，我那天还跟他讲，我说我其实从来都没顺过，真的，我真的从来都没顺过。我觉得我一直，所以别人觉得我挺顺的，但我一直觉得我是非常不顺的那么个人。可能为什么呢？不知道，我这个人属于那种什么人啊？说的不多，但是可能就是别人说做白日梦做挺多的。这也是个理想化的人，他是一个挺理想化的啊。对。整天就在想象的一种舞台的感觉，或者是一种人物啊，或者这种就是老在想象。但是那个时候的演出环境也不是说像现在这样，整个的演出环境。我那天记得我站在大剧院看一把酸枣的时候，我说如果以后的演出环境都是那种环境的话，我说我死在舞台我都愿意。我跟他当时开会这么个玩笑，就那个时候的演出环境不是很好，就演员其实要在一种演出环境，就是相对一种比较氛围下，一种氛围上，你会觉得我永远有一种创作上的一种激情，我觉得是比较好。那个时候就是我们是演出场次啊，或者场次比较多啊，让我觉得我真的身心都非常疲惫，对，所以就有一点厌倦。那现在这次回来，是不是还会重新踏上越剧舞台呢？也不能说重新踏上吧。我觉得，因为这个赵氏孤儿，因为是王小英导演的那个排练就是他在在排练厅他的那种工作的态度。还有他能够起到一种
一种就是气场，让周围的人哦、都围着这个气场去走，就那种氛围，我觉得是。就是我以前没有，但是呢，我也没想到，确实有这么一帮子人，就为艺术能够这么能够就是敬业，或者是用这么一种用生命对他一直说你要用你的生命去做你的。那个时候我就突然发现，我也跟祥东讲过，我说让我对戏剧有一个重新的认识，而且对戏剧有重新的一份尊重。从那个时候开始，我发现我上舞台特认真。其实我觉得何英对艺术的追求永远是没有停歇的，只是呢他更加的追求更加的美好，更加的理想。他是一个敢爱敢恨的人。比如说他当时他说离开越剧舞台的时候，我小的时候偶尔只是那么几年就在想业余班里面学越剧，我会把我学的所有东西全部珍藏起来。他说他当时离开越剧，他说如果我离开越剧的话，我就离开的干干净净的。从水袖什么的全部送给别人，他身边没有留任何东西。对，我连西厢的东西我都是89年我没有打开过。对啊，我没打开看。肯定说他把整个越剧这块事业全部封起来，但是当他要决定回来的时候，他会很认真的。他就这么绝，他就这么坚决。说了很多对我们的这种何英的喜爱啊，同时呢，我知道我祥东也付出了很多的心血，包括在家里的这个陈列的这个博物馆，越剧博物馆，不知道你到家去，而且他的这个碟片是相当多的。今天拿出了这3盒，也是精心制作而成的吧？我这么多年，因为当时何英的影像资料比较少，然后我就是他的声音资料，我买的珍藏了这么多年10几年，转战南北都不离不弃的音像资料，我把他最喜欢的全部是唱段。全部剪成了这2张 CD，而且每张 CD 的时长都在75分钟以上。哇，那么长啊！它整个时间只有80分钟，我只能剪这么长了。那第2部做了更加的精致，还把这个何英的这个封面也做出来了啊，付出了很多吧？是这样的，这张呢叫《金嗓子何英越剧唱腔精选》，就是在我把这么多年，这名字是你自己取的吧？对对对，怎么那么土啊？土归土，但是我是一个很真的感情在里面，这的确是我的，我就认为它真是金嗓子。就是在这2张碟里面，我把我自己最喜欢的唱段又拼成了一个75分钟的版本。还有这个呢，就是这样的，何英当年演的越剧电影《舞女拜寿》，还有这么多年，我看电视上看到何英的资料，我全部从电视上录下来的《西厢记》，然后当时你的1988年的《梨花镜》，再有一个就是我当时真叫我很惊艳的，就是1994年拍的吧？对对，1994年拍了一个越剧的 MTV《西湖山水还依旧》啊，这个名曲啊，在卡拉 OK 点唱的率是很高很高的，对对对，而且在很多的这个江浙沪来说呢，这个心目当中的曲子是非常的脍炙人口的。那么现在我们就来听这一段好不好？是啊，我也很想再看一遍这段。好，我们一起去看一下。
伟翔都第一次见到我们的这个合音是什么时候？就是04年的时候，当时我还在上海电视台工作，后面那几个老艺术家的专场啊，那个当时放那个 VTR 都是我做的。他当时真的不是说蓬头垢面，没刚下飞机，也完全没打理，乱七八糟，他不知道，他以为傅老师来了，就没有想好，要接受采访。然后大概过了，实际上估计也就过了5分钟，但我觉得时间特别漫长，抱着话筒就这样等着。过了一会儿，何英来了，何英来了，我发现太开心了。然后我就按例行采访呢问了一些问题，但是我觉得呢，该有的职业素养还是有的。这个手拿着这边顶着，为什么不会抖？我都会抖的呀！你是紧张的抖了是吧？有一点对，但是我实际上脚底还算是在媒体工作很多年的这个老同志了哈。哎，对，我就说采访任何一个越剧演员，包括王维涛，我都没有这么激动过。就是何英，你抖了是吧？有点抖。后来我想想也是，我后来临走的时候吧，我就跟何英姐说了一句话，我说何英姐，我整整等了你12年，真的是整整等了12年。1992年的10月4号演出完，在那个我这是头一次10月4号西洋演出完，我这辈子没找人签过名，他是唯一一个。我当时捧一小本儿，然后我找不着何英，看见毛维涛，我就把本一请毛维涛很认真给我签了。然后我一直在等何英，到最后他出来了，我说给我签个名吧，他就看我笑了一下。签完名以后，因为当时北京10月4号已经开始冷了，然后前面他就穿了一个牛仔衣，外面套了一个围巾，就那么出去以后，我就正好风过来啊，把他的围巾扑吹起来，他就出去了。哇，这个细节他怎么那么清楚？因为印象太深了。然后我就讲，我1994年的10月4，1992年的10月4号，对何英是惊鸿一瞥，一晃12年。对，而且我们这12年一直没有听到何英的这个新的唱段，所以对我相对来说呢是非常的寂寞。我当时吴兆芬老师有句词叫"人生离合结是缘"，他有这么一句词，我特别相信这个。我觉得人和人之间有一种缘分。那么接下去就为这个缘分来点播一段何英的名段吧。那如果这样的话，我真的是很想点他那个《菱花镜》。
考冷冷清清，叽叽喳喳，过过零零，早早我过，今年不应见怪你，见怪你，见怪你。那么刚才我们的韦强东说了很多关于何英的故事，也说了他如何的对这个何英的喜爱的一个表达的方式啊。那其实呢，我们的这个韦强东呢，也是一个著名的这个戏迷票友啊。你听过韦强东唱过戏吗？我偶尔会。你点评一下他的唱戏唱的如何？走音。他的唱戏啊，有点另类，有点走音，而且他有点会发抖。他说这发抖是诀窍。这是小音拐弯拐得好，拉倒吧！我那是你跟你唱的时候，那真是小音，跟他唱纯是紧张。你什么意思？就是说你跟我唱，我不紧张，小弯我能很自然的拐过去。跟他唱的时候，他说偶尔在他面前就亮了一嗓子，结果呢，然后我听他没下文了，我知道，因为何英是不会批评你唱的很烂，他没下文了，我知道我唱的已经很糟糕了，我不敢往上唱了。那么现在何英是不是美国和上海两地跑了？我也没有两地跑，我就这次因为造势过儿，所以我就特意回来。但是有些时候像今年的修博会啊，也是梁山伯祝英台18相送，那他们希望我回来，我就回来。修博会是06年的4月份吧，我当时呢是在江苏宿迁的录节目，我只把中央3套。录完节目挺累的，把电视机一打开，然后这时候白岩松和那个杨澜在报幕，说接下来呢我们要请出一对越剧演员，一个是来自美国的何英和一个歌曲演员白雪为大家演唱18相送。我当时是这样在床上躺着，已经快睡着了，咣一下就起来啊，然后眼镜还找不着眼镜，我自己平时这些戴的眼镜，赶快找着眼镜就开始戴看他唱，我当时就愣了。然后就也估计我自己看不到，我估计可能是嘴巴张着，这样。这样你感受是白雪和他的合作是非常的不错。哎，我觉得当时第一有2个惊喜，第一我觉得何英啊，就是这么多年她在演18相送还这么漂亮，
真的是很漂亮。当时我觉得哇，女神和音对，而且很漂亮，而且那段唱的特别好听。因为我自己手里面有一盘，他86年当时跟是上虞小百花的王丽是吧？合的那个电声的梁祝，对，这盘碟我不怕，我毫不给你夸张，我听过，我觉得3000遍应该都不止。到韦祥东家去啊，最好的一个方法呢，你们排号不记住没关系的，只要听哪家放粤剧，基本上是韦祥东家。而且呢，我还问过他说韦祥东啊，你这样放粤剧啊，那隔壁邻居不说的，如果隔壁邻居不喜欢戏曲怎么办？没有关系，他还敲门问我借粤剧带子呢。然后他这个是有功德的，听乐曲的时候他把门窗都关得紧紧的，说这样不能影响这个周边的邻居。但邻居都知道他是非常喜欢粤剧，如果有什么粤剧带子，都会第一时间去问韦祥东来接的。所以我觉得在这里要表扬一下韦祥东。来，韦祥东，给你个机会再点一段合音的名段嘛。那我肯定要点他这个跟白雪的这次是18相送。
好，刚才呢我们说到了这个18相送啊，其实呢这也是我们真正对于何英来说一部大戏还是非常有名的，叫《赵氏孤儿》。前面也说是他重返舞台的对重返舞台第一部戏，前面也说了是冲着这个整个的这个对艺术创作的一个状态而投身进去的，而且效果是相当的不错。对。那么最近就是来回的这个从美国到上海这样来投入这个戏的排练吗？对，因为这个戏有一点小的改动，所以呢，我应该有快10天了吧。对，我19号回来。19号回来。对，其实今天也非常巧，我在这儿要跟观众朋友们说一下，为什么叫我特别感动呢？今天叫我过来做今天过来做这档节目，其实呢是何英呢前天和昨天都在武汉演《赵氏孤儿》。对啊，而且呢，因为他长时间不上油彩，面部皮肤还有点过敏。但是呢，而是今天上午才从那个武汉坐飞机回到上海，大概中午就休息了2个小时，皮肤过敏还得化妆上镜头来参加我们的节目，所以明天他就得返回美国。哇，真的，我觉得韦小东你真的太幸福了，因为我觉得一个人最幸福的就是偶像跟你成为一个很好的朋友。其实因为我之前是做了5年的文艺记者，可以说上海第一批的娱乐记者。而我当时一个原则，我说我喜欢那些演员，而且我尽量跟他们保持一定的距离。我觉得是有的时候台上的人可能跟台下的人不一样，可能会不一样。对对对。但是我唯一这样的，其实当时跟何英接触的时候，我见到他很兴奋，但是之后我跟他能成为这么好的朋友，真的我看何英就跟看我自己姐姐一样。我也自己没有想到，也是这么就是认识以后啊，我们俩经常聊天，我是觉得何英台下的何英比台上的何英还要可爱。因为他非常率真，他想到什么就说什么，不会跟你拐弯抹角。我觉得这就是他从来不跟你说假话。对，这是何英的一个特点。他说你不好就是不好，而你要说他宁可不说。如果比如说这个作品看完了以后啊，他觉得不喜欢，他就说他宁可说我对你的作品不评价。你问我说我就当我说没看过，但我绝对不会违心的说一个我明明觉得不好，我还要说好，他绝对不会这么说。那么这是何英，这也是让我们感受到了这个何英生活当中的一面。其实我觉得他和舞台当中的这个形象并没有太大的差距。其实韦祥东喜欢的女性，说白了，我在这里告诉也是要喜欢率真的，而且呢有点这个冰清玉洁的感觉。这也是他喜欢你的一个重要的原因，对不对？韦祥东，我说对不对？对对对对。好，这么咄咄逼人。来点一段我们的何英的名段吧。何英呢，这次回国主要是为了赵氏孤儿，而且赵氏孤儿他真的是付出了很多，受伤了，而且还有一个面部皮肤过敏，因为油彩的问题。咱们还是先听2段赵氏孤儿里面何英的唱腔吧。好，我们一起去感受一下。寻找去因度于茅房。黄昏之间一次明，你将我用心。
尽实堪悲。哦，夫人，可惜我不是你的儿子，我乃曹邑之子。曹邑之子，名正何人？家母姓陈，名叫沈毅。沈毅，幸亏不少你天亮的三五岁，沈毅。不，我的他不是那样的神。怒吼光兴，恨乱枪。今天呢，我们非常高兴啊，何英能做客我们的名家名段这个节目。同时呢，也希望你有空也到我们这个节目当中来，经常坐一坐。同时呢，也非常感谢韦祥东今天担任了那么好的一个这个经纪人和这个形象代言人秘书的这个职务。那最后呢，节目最后呢，我们要请我们的何英对我们电视机前朋友说几句话。来，我也不知道应该说什么。就是他每次都这样吗？每次人采访都我真的不知道该说什么。我想，如果今后有那个机会啊，或者是有合适我的那个本子啊，我想我愿意就是能够再有机会跟那个奉献给喜欢我的观众朋友们。谢谢。那接下去我们的韦祥东来，我还是想这么说，我希望就是喜欢戏曲的观众朋友能够坚持您的喜好。因为人这一生有一个你自己非常喜欢的东西，非常不容易。曾经我有一个好朋友给我写了一篇文章，叫《我为越剧狂》，他评价我的确是这样，我说我为越剧狂，而且越剧已经完全渗入到我的血液中，今生今世我估计我真的是很难跟他分开。同时我也希望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不管您喜欢哪个剧种，只要您喜欢戏曲，
希望您坚持下去，因为它会给您带来无穷的享受。好，说太好了，说的太好了。那么在节目的最后呢，我们也希望何英呢能经常回到这个越剧舞台，这也是很多的戏迷，包括韦祥东在内的一种夙愿，好不好？好，本期节目就到这儿，我们下期再见，再见。